今次我跟咗呢個團之後咧，我覺得食又好啦，住又好啦，風景又靚啦。燈光好靚啊，非常好啊！好多景色啊，好啲人啊，食嘢啊，啲少數民族都好靚，好特別。喺香港專業旅運38週年之際，我哋特別呈現呢場意義非凡嘅貴州行善之旅。出發前，貴賓笑容燦爛，滿懷憧憬。列車即將到達貴陽東站。苗族人嘅熱情歡迎，好似一場古老文化嘅邀約，表示對香港貴賓最誠摯嘅歡迎。精彩豐富嘅旅程正式拉開序幕。步入銀杏絢爛之秋，金色浪濤中，我哋歡歌笑語。亞洲最大嘅黃果樹瀑布奔騰而下嘅水流，帶住無盡嘅力量同氣勢，衝擊住視覺同心靈。喺苗家歌舞嘅悠揚旋律中，品嘗別樹一格嘅美食盛宴。地道嘅貴州酸辣美食令人回味無窮。追溯至三國時代嘅平遠古鎮，古韻悠長，容始於境，深切感受華夏文化深厚底蘊。願中國第一財神廟嘅福祉惠及我哋每一位客人。積金洞外蕪洞天，上億萬年嘅自然奇觀，仿若踏入仙劍奇俠，探索住古老而神秘嘅傳說。我特別中意風景，睇風景嘅主要。特別嚟睇風景啊！真係千里烏江，百里田寨。一系列嘅禮遇係代表烏江寨嘅深情厚意。黔北絕技獨竹飄，一竹一江浪裏畫。夜放花千樹，吹落星如雨。人與火共舞，係傳承千年嘅中式浪漫。於北緯27度嘅中國茶文化之鄉，悠然咁品住茶，想微談萬里茶海風光，一杯香茗入口，久久回甘。正如呢趟旅程嘅意義，不僅在於眼前嘅風景，更在於心靈嘅成長。微談中學係呢趟旅行中最溫暖嘅一站，我哋以愛為本，捐獻物資，守護微談中學貧瘠土壤中花朵嘅盛放。孩子們親手繫上嘅紅領巾，將我哋嘅心緊緊相連。嗰份純真深深觸動咗我哋內心深處。呢個係一場文旅融合嘅大愛之旅，我哋穿越山川湖海，領略文化底蘊，傳遞愛心希望。每一個美好瞬間與感動都收藏於心中。未來嘅日子，我哋將秉持初心，讓每一位客人喺探索世界奇異風光嘅同時，感受人間嘅溫暖與純真。